那根据估算，这台湾大大小小灯火，每一年都会送出120万基的挂灯。这每一基的挂灯拢有电池，这电池若塔起来有23座101大楼这么悬。有文创业者倒是开发出无电池的光源电线，这挂灯是免用到电池就会倒。 用 Type C 的线接手机啊，另外一边伫咧龙年的高压顶内底 LED 电火泡啊，就开始闪闪死死。这是文创业者甲厂商斗阵研发出来的专利，全世界头一种唔免倒电池就会当使用的高压顶光源。行动电源呢，它只要有 Type C 的插口，很容易，我们把它插上去，那它就发光了。 只要是有充电功能的行动电源、手电啊等等，拢会当接来用。比目前普遍爱到六瓦型的电池，也是3号电池的高压顶更较环保。那每年呢，台湾的一个元宵节的话，大概要用掉120万只的一个小提灯。那我们只要换算说，这电池是1公分嘛，哈，然后台北101我们大概508公尺。 那120万只的小提灯的话，就大概等于23座101的高度。假如现在龙年没有用，我们这些库存我们也不能再用，我们隔年就是还要再生产新的 LED 灯。那这些留下来的库存，它的电池其实也是一个耗材，也是一个污染啊。 兼顾着环保甲元宵节传统文化的高压顶，今年受到南投灯会肯定，用来发送给民众。业者表示，使用这项技术的成本确实比用传统的电池较悬，不过大大减少使用电池的量，降低环境的污染。而且这个高压顶内底电线规组拢会当拆落来，倒伫咧其他的高压顶内底，重复使用1档甚至到10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